長尾凌晨4點幾登陸和歌山縣南部，係2012年以嚟首次有颱風喺6月登陸。氣象廳對和歌山縣南部嘅古座村發布最高嘅5級泛濫特別警報，當局亦都向古座村一帶居民發布緊急確保安全通知，要求佢哋採取避險措施。長尾之後掠過東海一帶地區，三重縣嘅50村水位暴漲，三重縣尾鷲市一日嘅降雨量超過500毫米，三重、愛知、靜岡等縣發出山泥傾瀉警告。東京都嘅目黑村水位亦明顯上漲，氣象廳發出4級泛濫危險警報，多處亦都有大至暴雨。陸空交通受到影響，羽田機場同成田機場合共有超過1000班航班取消，另外亦有少量列車要取消或者延遲。氣象廳預測，關東一帶仍然會有強降雨，24小時預計降雨量會有200毫米。香港電台記者蘇海瑩報導。